好，歡迎光臨。好 Hello， 愛愛聽唔少解無？拜託愛看無緬甸嘅中文，請問你哋係乜嘅美水？你判斷係會唔介，順行係肉腐介，介係泡菜介。看起來當好食，個請問你哋漢堡有按多乜嘅種類？周小片係豬肉漢堡，煎小片係雞肉漢堡。介愛哪一個豬肉漢堡？係要推薦你哋麼？唔是的，看一下，我哋新出嘅麵包買來以後哦。看起來當舒適，又當到好托。上擺係70每介，下擺係風聽每介。我買了個起司麵包。好，唔看呢片還要當到茶米蘭、番薯餅，特樣人客都當好呢。看來當成人食。呢道餅種下已有特色。安尼我買呢包餅，請問人哋有骯髒嘅礦產水麼？有，我哋呢行有無邊界同邊界礦產水。安尼我哪一罐無邊界礦產水？愛加哪一罐麼？我哋呢下天一罐6折哦。好，我愛買呢條東西。好，請唔去櫃台算事。我想嗰同買一杯咖啡。咖啡呢都有。我小介飲茶愛無？俗話講，判後一杯茶，我是買藥茶，茶對身體也好呢。介紹來一罐茶啦，有台灣咖啡麼？有啊，真有名呢。請問愛邊界也係小介？小介。愛中杯也係大杯？中杯是好。好。一杯中杯小介台灣咖啡，愛同唔加糖無？請另外個本愛一包糖包。冇問題，唔愛去看看台灣嘅番薯無？當香當球哦。人講番薯係寶，長菜食身體好。好，拜託哦。愛加買一個台無？好啊。安尼總共190塊。收到廿200塊，賬戶10塊，列係一個發票，請到順行等一下，廿內小嘅食物同咖啡，聽見是好咧。好。列係廿內小嘅豬肉漢堡、起司麵包同中杯小嘅台灣咖啡，還有番薯同一罐茶。生意唔好錄到哦。羅拉。唔是生意，感謝光臨。